TVB 綠葉擔任國際賽事安保工作，生意涉及多個行業，是顧家好男人。TVB 是一間大型的造星工廠，從那裡走出來的演員都被公認業務能力強，在內地發展都十分吃香，如胡杏兒、高海寧、王浩信等一眾演員都被網友稱讚敬業。其實除了一些一線明星演技了得之外，很多綠葉都是備受認可，只是時也命也，沒有當主角的運氣而已。就像近期播出的電視劇《奪命提示》，劇中的配角之一楊正華出演紀律部隊角色，表演也是相當精彩。帥氣的外表加上不俗的演技，網友也是對他連連稱讚。近年楊正華的演藝之路走得尚算平坦，雖然都不是一線主角，但他出鏡率高，這對於按 show 計薪的 TVB 來說，他也算是一位高產演員。這兩年他陸續參演了不少大製作，如《破毒強人》、《新聞女王》、《隱形戰隊》等。去年的小成本製作《異空感應》，他飾演的妥瑞氏症病患更是入木三分，贏盡了觀眾的掌聲。直至今年4月，他一共有2套劇播出，分別是《痞子無間道》和《奪命提示》。這兩部劇中楊正華還是有比較高的出鏡率。早前在訪問中，楊正華曾經表示自己一般都不會推劇，有什麼就拍什麼，他也需要明星的效應去推他的生意，反正有錢賺他就會去幹，真的相當努力。早知道楊正華除了是一位演員外，他更經營住多種生意。曾經有人形容楊正華像蜈蚣那麼多腳，原因是他的生意真的涉及各行各業，餐飲、安保、健康產品等都有經營過，所以他有時候也是忙得暈頭轉向。他也表示自己努力是為了讓妻兒過上更好的生活，真的是絕種好男人。近日香港啟德體育園盛大開幕，也預示住這個一流的體育場館正式投入使用。日前這裡更是舉辦了一場7人橄欖球比賽，而香港隊更是旗開得勝，男隊女隊都分別獲得比賽的冠軍。因為有主場優勢，該比賽也吸引了不少本地球迷入場觀賽，而有網友就在現場發現楊正華的身影。不過楊正華此次並不是以觀眾的身份出現，反而是穿上保安工作服在場邊跑來跑去。不少網友以為他轉行當保安了，其實楊正華的其中一間公司正是安保公司，而他也很幸運地接了這場比賽的安保工作，所以他是以工作人員身份出現在現場。與其說他是保安，倒不如說他是一位監工，用老闆的身份監視安保人員的行為規範。有記者也第一時間聯繫楊正華確認此事，楊正華直言很開心大會認可與選擇他們的公司，他更買花讚花香，讚自家公司是專業、高效、安全的安保公司。今次在啟德體育園，他是擔任公共關係科的代表，起到極大的溝通作用。他更在接受訪問時表示，首先恭喜香港代表隊能在比賽中勝出，作為香港人也是相當激動，而安保公司能夠接洽這項比賽，也是對公司團隊的肯定，他們也為此感到驕傲自豪。感覺自己為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出了一份力。既是演員又是老闆的楊正華也是見過不少大場面，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回答也是滴水不漏，真的越來越有大老闆的風範。而楊正華也是苦盡甘來，在 TVB 跑龍套多年，如今終於贏得觀眾認可，更開發了不少感興趣的生意，增加家庭收入。希望他今後事事順利，創造更大的價值。